這群大港師生一幫暑假不是佚佗，而是展開守護貝殼斯鹽草行動，包括社區大學、大港分校、和順國中、小大港、中安、安慶、中平三間國小以及昆山空設系，除了前往四側湖淨灘，總共清出6大地糞掃以外，大家閣分工以眼眶調查法進行第2回海草測地調查。發現數量比去年減少真多。觀測我們發現整體數量是相對比較少。那當然這1年當中有發生很多天然上的這個因素啊，比如說颱風，比如說最近的西南氣流等等啊，我想也許都是影響這個貝殼斯鹽草這次我們調查數量比較減少的原因。那當然。這也只是2次的單次調查了。如果有要再繼續驗證它的真實的數量的變化，我想要再拉長觀測的時間跟次數。不管什麼原因造成，面對國際以為不正貝殼斯鹽草測地，需要政府甲民間共同來保育，讓原本的鹽草會當擱再繁殖復育。台灣新聞軍籍採訪報道。